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地震啊，是真侪国家定出现的自然灾害啦。伊恐怖的所在，就是伊汹涌就会来啦。威力阁真大，互咱啊无准备和反应的时间啦。地势啊，定造成真大的灾殃啊。总是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啥物？相关的台语词佮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地震是安怎来的？伫台湾人真早期的观念内面啊，地球是平，或者这大牛光的啦。大牛若要翻身，也是肩胛头酸啊，要换颈，就会发生地震啊。所以啊，古早人甲地震叫做是大牛翻身啊，还是大牛换颈啊。总是啊，现代观念已经无同啊。若要讲地震的原因啊，就要知影地震是倒位咧动咧。咱的地球啊，对上外面到上内面啊，会当分做三个部分：地壳、地涵和地核。咱来用一粒零五来做比喻啦，咱徛起的地壳啊，就敢若是零五啊，上外表的迄个皮啦，薄薄啊，安尼，甲规粒地球包起来。所以讲啊，这层地壳和地涵、地核比起来啊，敢若薄薄啊尔。总是啊，所有的动物、食物，拢是生活伫这层地壳的顶面啊。啊，地壳的下面啊是地涵啊，因为地涵啊伫较深的所在，地势啊遐压力介大，温度啊介悬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地涵内面的石头啊，会扬起哦，变做是高高会慢慢啊刷震动的形体啦。迄个亲像啊，咱咧做鸡卵壳的时啊，甲巧克力豆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巧克力啦，煮好扬起，扬好高高黏黏迄种形体啦。咱甲这种特别的形体啦，叫做是岩浆啊。因为咱所徛起的地壳啊，是伫高高的地涵顶面啊，所以伊毋是一直固定伫遐哦，伊是会震动的哦。观众朋友感觉煮汤也是啥物啦？咱咧煮汤啥物的时啊，水若滚，是毋是迄料啊，就会对中的下面呛倒起来，啊，再去香边边豆豆啊沉落去咧。这种啊物件对中浮起来，对香边边沉落的现象，叫做热对流啦。啊，就是会流动的物质啦，碰到小自然会产生的运动形态啊。但地涵内面的岩浆啊，因为热对流的现象啊，会对较深的所在呛起来地壳啦，碰到地壳袂得过，这个慢慢啊为两边啊流落去中心啦。不过啊，咱的地壳是铺伫地涵的顶面的啊，所以啊，伫岩浆流来流去的过程啊，就会带动地壳震动啦，互两底小瓦的板块啦烧起，安尼啊，就会造成地动啊。另外啦，地壳并不是规地好好的一层呢，而是一地一地夹起来啊，像斗图啦，啊，就是puzzle同款。啊，这一地一地的斗图啦，咱就甲叫做板块。若是岩浆撑起来时啊，碰到这个板块不顺的所在啊，伊就会冒出来啦。啊，岩浆冒出来时，拄到冷冷的海水啦，啊是冷冷的空气啊，就会建做定定的石头。安尼啊，板块就去互剪开啦。哦，那剪开的板块啊，就会去卡到另外边的板块。安尼啊，也会产生地动哦。总讲一句。地动啊，就是板块甲板块相接的迄个不顺的所在啦，也是板块内部啊闭气的所在啦，才会产生哦。像咱台湾啊，就是伫菲律宾板块甲欧亚板块相接的所在啦，啊两块板块不时啊就烧起啦，所以啊才不受地动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经过这集的小解，唔知大家对引起地动的原因嘛，是毋是有更加了解淡薄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